此履上九爻辞，言本爻之得用，亦全卦之中义也。履者，天地间一切所履，不为人物遵循之道。凡天地日月、山河草木，有动有静，有生有化，有分合千变，有升降往来者，莫不有所履。无履则乱，乱则不复共存共育。故履者道也，道之所行也。如车之有轨，市之有门，皆有定也。出入必由，往复必经，不可逾越，不可造次，亦非有谓之限也，非有屈之使然，破之使就也。故彼诸人之履，其动止提息自如，而无不适。大则包于一切，而无不宜。盖上下同行，生化一致，精粗共聚，久促其途。造化之门，真元之府，万一之所会，形神之所痛也。故有始有终，有往有复，而亦以纳之于履。上九履之极也，纳之尽也。所该者众，所至者寡矣。而谓轨不二，谓门无奇，出入之也，是夫所知；往复之也，是夫所至。故曰是履。言履有定，而行无穷，是所行以决其履。或履而上，则通乎道；或履而下，则达乎气。其履自一，其志万殊。此即履之所以谓履。而上九是履之有由来也。卦以对承乾，上九，卦之极也，亦干之中也。极则无可再进，中则无可再续。而道也极而无极，履也中而无中。盖终极者，生化之端；无终极者，道德之载。故天地长寿，神气永存，此所谓考祥也。考者，寿无尽期；祥者，福无尽量，以是所履。而上达者，则其所成，痛乎行健不息之道，而无终极矣。若所履而不及此者，则终必有始，极必有变。续进则转，数至则回。物之生者，其进而化；道之流者，途穷而改。此往者必复，去者必归，无一息之可停，无一物之不变。此循环之数，亦造化之机。寒暑周而岁迁，南北回而的转。其要在于环行不绝，轮回不断。故爻辞谓之其旋。旋者循环也，轮回也，有其以定之，其古通用。言至其则旋也。然对考详言，亦可作指名词，谓其不能长生者，则属于轮回耳。轮回者数也，数有吉凶，是其所履。如履而遵道不失，顺天不为，则纯乎物极之变，数尽之化，亦弗元极之战。盖依干阳大生之德，而体乾元永亨之用，故曰元极。乾元所至，吉利之福也。又上九爻，以阳刚之极，居卦位之中。刚极易折，阳极易亢，以中道言之，宜节其太过，治之合度。故有是履其旋之语，是其所宜，而定其履；因其所折，而免以规矩。则刚能柔用，阳能虔诚，以服于九五真理之门，而介于六三凶系之训，则上九极而不害，过而还中，旋亦还也，乃服降极之战，而达是履之道。
正如圣人至情以理，节欲以道，不过乎物，永直觉中，即为止于至善之功，而克顺天权性者也。故考详者，为权性以全身；原极者，为顺天以惑佑。天理人事相调无间，则成德达道不犯于恶，不甘于祸。其是履之意，本诸干替之词，而自戒惧。有若实目所示之言，而尊非礼物事之旨也歟。故上91爻所处谓易为而转的吉祥，所评是太过而反的中正者，实基于前缘之道，而能以干上9之亢，自行93干替之功也。前缘者阳经之见也，其象光明，故能履地位而不就也。臣以干下皆对，月则有容，刚柔得中，不与其前进无止，而求于自反以成，乐善自修，敌吉自如，而能成履大用，以达干之元亨也。且上9位权卦之中，居易变之地，反则为小处，进则为泰。小处以求养而全身，泰以顺天而祸福，皆基于履之自卑自克，无过无骄，故以真为利，以元为亨。先谨在己，而后及其人；先审于心，而后推之物。人己同诚，物我交泰。所谓一诚革天，至善化物，莫不由于心智之真理也。故放之则为明德，为大同之治；收之则为至善，为天性之功。二者异也。象曰：元吉在上，大有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卦之称元吉者，如坤如泰，如离如大处，如损益之爻辞，多数2、5当位，而履独在上9，故曰在上。盖履之元吉，正以在上爻而得战之。履者足所见也。下也，己善其下，天福其上，昭德不二，明道以身，止善不为，全身以复，再复出9，以元吉称。正此意也。人能克己复礼者，天必予以福。元吉在上，由云福自天生也。元者前元，天之气也。凡称元吉，皆天所与之吉，言自然大吉也，无不吉也。大有庆也，天且佑之，其庆之大可知。大者治也，亦通泰。言履上9，进而战泰之庆也。又大有为离合前，火天大有，为生平之事，光明之象。履之中爻错离，6、3恰与上9对应，是体干而用离，故有光明之称，而兼大有之象。以上9在位者，一人之庆，照明赖之，故曰大有庆也。所谓庆者，即考详元吉之旨。考详元吉，非仅一人之福也。总之履之待用，在全人身，定民治，平治天下，故中以大有之庆，言克成其用也。且大有者复之治也，处之风也。以履上9，而成小处之用，其旨犹可深思矣。读者要合全卦爻辞详细观之，方知圣人因义治理之道，与夫以礼治治之功，无论为大同，为小康，其必有理，义也。而上91爻，所治大有，故重在治事大同。然人事如何，则是其德。故有事履之语，而要用则在其炫2字，皆指人事也。
数虽包举巨细，而所由则在人；道虽兼该本末，而所至则在德。此吕上九爻辞含义极广也。宗主附注：履卦讲吉祥，月食亦久，为欲礼教复兴，而救人民水火也。乱世反正之道，在先定民制，定民制在先变民愤。此履卦本旨，即治道本义，无古今中外之意也。是官吏来治乱，即可知民制定否。所观特大，而定民制者，有政令以治之，法律以齐之。其根本则礼教是也。政令法律，定其外而已；礼教则定其内，治在内。故履主真理，以服于中和，乃王道之大则，圣治之楷模。礼教不兴，政法无用，虽定于一时，而不能久；定于一方，而不能远。为其末，忘其本，虽智勇不足以谋其成，不必以前史为鉴。目前之事亦可执政，物质文明，乃礼教之害。然礼教之诚志，又何尝不计物质哉？不过主客异位，本末异用耳。履与小处，相反相成，二者合而开太运，其效岂俗人所知？故大同之事，见于礼经，有礼以达之，正其节径也。又曰履卦在先天卦位，64卦方圆图位，均与干兑相接，如谦之与坤艮也。履本以干兑合成，由干而兑，为化形；由兑而乾，为复始。今履兑在干下，六爻由出至上，始终之序，正合反本还原之意。此即复始之道。言万物由此以归于初，人道由此以复于性，故谓礼之所仿。克己复礼之人也。仁者仁也，礼者律也。在德为仁，在修为道，在化为生，在治为太平，皆一以贯之。观诸履上九爻辞，即可见其旨意。盖人之有生，有始有终，不随化以轮回，则由修以复本。此上下两道，足以包尽之矣。履卦所取，亦即该此二义，生生有序，成道有接，一元贯通，万元俱至。修之成者，复归于天，而长生久世；生之化者，结缘于命，而旋转循环。以善为行，则吉祥随时；以性为本，则前缘自在。此天人两尽之道，形神同乐之途也。故其爻辞曰：是履考详，其炫元吉，生者不尽，而受者无期。人物之命，须归于履，岂不大哉 ？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上经第7册。太卦干下坤上。宣圣讲义。太卦卦象，上坤下乾，的在天上，乃天地相交，乾坤相互之象。卦爻三阴三阳，上下相当，内外相得，升降相调，刚柔相济。在前数卦，自屯蒙以后，皆为阴阳错行，刚柔消长，不成一致。其数杂，其用动，其行无定，其德多方，故其象难明。而吉凶不一，至泰则不然。干阳居内，
而占卦之半，坤阴在外，亦占卦之半，顺卦位之序，以判内外，化全体之半，以为阴阳，而能以刚成柔，以上接下，天自高而卑，德自下而上，气通而服度，德和而适时，乃交相为用之道也。阳以阴用，阴以阳行，此至道之则也。阳主升，而始于下；阴主降，而发于上。此本源不竭，顺应适宜也。故在一岁春夏之时，天道下行，地道上济，天地气交，生化乃成。太卦之象也。生化既繁，光明乃昭，物欲以重，德用乃弘，气候以和，民生乃康。此太卦之象，为康和发育之时，安好君宁之日。在世为太平，在年为大有，在民为治安，在国为盛美，乃上治之计也。如日之春，如风之温，如德之平，如水之清，悠然以生，怡然以成，和乐清悦，不相猜忌，安定稳妥，不有陵侵，乃道之继承，德之以明，天地康宁，乾坤自平，更何物之不全，世之不利哉？故曰太。言至宽无垠，至远无阻，包含万有，以盈以复也。故中心坦白曰泰然，无忧无虑之至也。宋上士曰太弘，太一，称上至曰太平，以其至矣。自义作太，凡无可加者曰太。太之为太，故无以过矣。太字源同大字，称大者，则用大；若至大而重读之，遂转为太字，其实一字也。后人分为大太二字，又作太字。太易通太，皆广泛之意。语言中称过甚者曰太，或即用太字，如推字义，有特别之意。故太易者至易也，太极者至极也。今卦名不用太而用太者，以其间含宽阔之意，且通达无阻，平均无垠也。太自下从水，言如水之无涯四也；上从三人，至其众也。亦可视作天字与大字之合书，无非欲其大耳。卦合乾坤，可见取象之大，所包之广。而上有天字，下为水字，上本干卦之象，下取坤卦后天带以坎水之象，又取河图天一生水之意。上为天一，下为水，则乾坤乃相生以成物，非如先天之上下对立，高卑悬绝，故欲其异于太字焉。又太字上半，即春字上半。春字亦取天大之意，皆天所生成万物，成其高明博大之德耳。太卦本乾坤合德，生成备用，阴阳同化，人物康复之时，自象与卦象皆相合，自义与卦义皆相应也。而一言视之，则太者亨也，利之所见也。本干之道以成亨，本坤之道以为利。在干卦辞，干时能以美丽利天下，又乾元而亨通也。可见太之成用，全本干之用，乾无形，其用皆见于坤，则干之亨利，即坤之亨利，二者合而为太之亨利。故太之为太亨也，利天下而不敬，是谓大利。无物不受其德，是谓大亨。言通达天下无不太也。在道为大，
在德未通，普及一切而尽宜，包具万端而皆利。故周易上经，以此卦位最甚。比之下经济济，有过焉，则以其气之和，而数之平也；道之全，而德之普也。后天生化，至此备矣。乾坤之用，至此具矣。故以之纪律，律者天下之所以定也，万物之所以安也。安且定，则泰然矣。故有履而后能泰，泰见而后履道以成，履用已久。此圣人治太平事，事必由于礼也。依礼以立，而后人生的全，物欲的繁，无争无仇，无忧无害，而后人物同泰，而后天下皆泰。岂非天地之德所成，乾坤生化之功所抵耶？岂非圣人教育之道所致，礼乐其义之效所为耶？夫圣人与天地同德，与乾坤同用，而喻之以礼，施之以教而已。太过无由至哉？天地一日不交，乾坤一时不会，则天下否塞，生化且断。礼教一日不行，圣人之道一时不继，则家国为殆，民物烦忧，上何泰之望哉？故泰积于天，而成于人，发于术，而抵于事，行于气，而应于物者，非义志也。圣人无私，则亨利者，天下之所攻也。正如乾坤之和为泰，非自为也，时至自和，道至自成。故纪律者泰也。时过则迁，用极则变。故纪泰者否也。一反一复，乃见天数；一通一塞，乃见时运。续哉人乎！吾自奋其事，而为天所弃乎？天所与者，功业自大；天所弃者，败辱自身。故在泰爻曰包荒，在否爻曰包修。是在人之自责耳。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。宣圣讲义。此泰卦彖辞，总指全卦之用也。泰之为义以见乾，小大者，指阴阳往来者，指升降。泰上坤下乾，阳始阴中，而自天地言之，天上地下，乃其体也。天降的生，则其用也。今泰卦天下地上，正服天地之用，故有往来之称。天为阳，在下而上升；德为阴，在上而下降。是阳为来，阴为往，阳大阴小，故曰小往大来。有言往者小，而来者大也。又阳主生，阴主成，阳主始，阴主终，生始无尽，故谓大。成中有穷，故谓小。今泰卦以干始坤中，干下复上，坤上还下，亦谓往来之象。而乾无尽，坤有终，亦称小往大来。且全易卦皆发于乾，则干为各卦之本。坤自干变也，由干而坤，自成往；由坤复乾，自成来。乾往变坤，谓有限者，故人必复；坤来反乾，谓不动者，故谓还原。亦小往大来之象也。泰与否反，泰谓小往大来，否谓代往小来。盖泰之相交，往者短狭，来者广长。乾坤互抱，其气周回，其道迂远，循环不息，以生化万物。故谓小往大来。否则反是，故谓代往小来。往者，去也。
益也，缩也，减也，来者，进也，谓治也，家也，推广也。太尉小往大来，名其为生化无尽，欲成无量，其数不可计也。否则反是，亦以后天为准，故从来而亲往。传曰：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亦逆数也。言权亦为求知来者之象，故重在逆数。逆者迎而取之也，知者推而得之也。世间生化有简尽繁，有寡尽众，有乱尽治，有漏尽精，此自然之理，必至之数也。故从来而亲往，太小往大来，恰弗一指。所利亨于物者，皆来也；其不利亨者，则往矣。故谓治安之事，谓繁美之时，以天地相承，阴阳相合，以开其化而治其正，盖乾坤相合，刚柔相宜，以成其用，以达其德。故有极亨之战也。小往大来，阳长阴消，刚中柔外，利以利物。所过者不论，所来者无不善。曰极亨，言极利亨通，至无尽也。彖曰：太小往大来极亨，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通也。内阳而外阴，内健而外顺，内君子而外小。人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言太卦之得用，所观极大，所系极重。其最要者，本干之健，用坤之顺，藏阳于内，行阴于外，乃太之本意，彖辞之大旨也。既服乾坤之道，合天地之德，刚柔交而上下接，内外一而行止同，气包万方，而理通一切，精育万物，而神用无穷。天的周旋，人物化育，道不异物，用不殊方，志意相同，德业相继。大则无外，细则无内，上则通神，下则其物，以生养变化，而无不适；以动静辟合，而无不宜。主持至中，而行动至和；辨别至精，而调理至神。故能表里阴阳，刚为天地日月不失其度，山河不差其宜，万物咸亨，数类同泰。是在天下为君子在位，小人弃智；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盖君子体阳，小人体阴；君子用柔，小人用刚；君子治内，小人治外；君子利物，小人利己。道不同也，志不合也。故太平之事，君子敬用；离乱之际，小人侥幸。其行故意，其事业自殊。泰之为泰，人以为治，治以为事，忠恕以为天下，礼义以为政交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皆泰之德用也。王道者治道也，圣人之道也。王者法则天地，仿效阴阳，如日月之代明，如春秋之地善。无私利，无过不及，无朋比异同，无奸邪反复，巧取强夺，故抵于太平。言能治平也。平则均，均则和，和则安泰。以乾坤两得其平，阴阳至均，见顺至和，故一切皆安。
安则生化日盛，荣美日增。故太卦为盛世，为旺时，为正道，为君子之德也。比之于家，父子夫妇兄弟，各尽其道，各具其德，以和以安，则家道必昌。比之于国，君臣上下，官吏人民，各尽其道，各具其德，以和以安，则国治必隆。上下各如其分，利物利人，生臣各如其志，臣己臣物，故谓泰。谓其平也，为平乃泰。有一不平，则不泰矣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。善人得福，恶人与罚。正天道之常，是理之平也。若反是，君子被斥，小人盈庭，阴险为政，强暴以惩，则天下不平，兆民怨恨，上下相贼，秩序凌夷。是谓否是，乃泰之反。其所以然者，失其平均也。凡物或事，莫不有阴阳二者，莫不有平均与轻偏。平均则泰，轻偏则否。此理也，艺术也。泰之和安，以乾坤平均，阴阳协调，健顺相应，刚柔相成也。故无不移，万物同亨，数类同极，非一人一事之利也。非为君或民，非为己或物也，而皆利之，是谓大亨。言无不亨也。气交则通，束缚则达。故亨者，干之所附，坤之所载，无不亨也。以君子之道，正如是耳。所谓吉者，由亨而吉，由吉以亨。天下同亨，天下同吉，则成泰矣。在是卦，重在上下见顺，恰得其当，亦如履也。尊者自卑，高者自下，则亦得其平。故阳贵能应用，刚贵能柔用。泰之德，用，正以乾坤能相济相成耳。不独人事所贵，天道亦复如是。人之修道，亦当身体此意。由后天言之，泰否及济济未济，泰与济济皆取此意，亦全义之意。盖莫不以逆行为顺也。逆则之来，而吉亨正在此逆字中。然逆者乃迎而推之，非与天数为行也。以逆而合，乃可贵。若为行，是不合，是否与未济也？此处宜细思之。宗主附注：易卦由乾坤至泰否，为一大节，乃天地之数，以交互成形；乾坤之道，以分合成序。履之所以变也，定也；处之所以欲也，全也。万物皆得其生矣，各安其所宜。是天地生成之德以备，乾坤尊卑之分以明。而天下治平，人物亨吉，而泰卦以成象，于是易之为易，以自成一大循环。人事之为治乱，亦自分一大阶段，是谓之世纪之书也。故乾坤至泰未交合，至否未分离，一合一开，而门户已见，一聚一散，而事物已繁。是在天道无位自化之时，渐入人道有条未理之际。圣者合天而治世安民，妄者逆天而乱邦惑众，皆怨于人事之意，而以见泰否之护成。是天下者，人治之，人乱之；泰者，人所治之；否者，人所使之。
天道故自循环，而在人事之相符也。故有履而后有泰，忘履而后有否。乾坤交合之气，至泰而大光，天地生成之德，至泰而大显。是以太位及时之化，上至之事，为元亨之道，为立贞之功。盖乾坤四德，皆见于泰，而内有其守，外治其有也。故泰者亨也，利也，彖称为吉亨，指其外功也。有履之元贞在内，故也。吉利也，阴顺阳正，天先的从，故有始有终，有生有成，而天下皆亨，万物同利矣。此泰之所以谓泰也。泰大也，古通用。又曰：泰卦为正月卦，乃三阳三阴平分之数，自一阳来复，二阳临，至三阳泰，皆阴中生阳。阴日消，阳日长，冬尽春来，而天地应运，万物生育。是春令见于泰，春正成于泰，是以泰居春首。春与泰同头，而夏亦为日，亦为水，正后天坎离带乾坤之用，主生化之源也。水与日，为一切生化之本。缺一则不生不化，无水则枯，无日则冻。冬令严寒，万物凋萎者，即水日不足也。不足由于天地不交，阴阳隔绝，日不未宣，则物冷而生气少；水不未润，则物燥而生益湿。必待春月，天地始交，阴阳已和，水温而泽，日宣而真，万物抽芽，气候和煦。此即泰卦之小象也。天地之大，生化之宏，由必待泰而后见其功，至春而后成其用者，实以二气之调味不易也。必刚柔相济，升降相得，一元随化，五行周流，然后孕育无垠，生成不已。可见泰运之有其也。一年为一度春风，百世为一旁泰运。必天人相合，礼教并隆，圣德在朝，仁义为正，方可济太平之治，成泰皆之时，以服乾坤元亨之德，见阴阳造化之神也。故泰运难齐，而否是易治，非独天道也。人事亦任其责焉。是无尧舜之君，谁成唐虞之治哉？故泰否相济，而人民中苦多难也。象曰：天地交泰，后以才成。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权卦象义，以明人道也。泰卦既以乾坤合德，天地同泰，以生成万物，长养万民，则居天地之中者，并称三才之人，亦当体天地之人，成天德之道，化行天下，以教育民，治成天下，以利养民，与之以生育安全，及之以和乐平易。大而同化，小而永怡，欲厚而无穷，成先于不替，方足以服泰之道，治泰之用，而全泰之功也。故人类有主，国家有君，天下有后，为以代行天地之政，广集乾坤之德，以教养之，治理之，以左右思民，而达乎泰事。此故天之所命，而赖有人以顺承之。正如鲲之和乾，德之顺天，无为不治，无屈不达，
故天道因人而见，义教因人而行。太以人成，事以人治，此天人相应之极，而为神行上下交气无间之盛事也。故太之体，出于天地自然；太之用，依于圣王正交。此礼制之所照，人文之所见也。礼以开太平，人以成圣德。天道照临于上，神功乾运于中，则风雨以时，寒暑不推，财物丰富，人民安康，天下乐息。不知地利，国家富盛，不见人功，谁为治之？盖天所降命之军师也。君而兼师，正而和教，礼行而行错，化极而令简，上清下宁，远怀近悦，是谓无畏之治。唐虞之计，大同之奇也。故辞及言人君之功，以示于交泰之德，教养之力，以服于天地之和。为和乃夷，为夷乃利，为利乃亨。斯成亨吉之象，而得平安之战也。后地也主也，以泰之用，必有后以治之中。庸所谓非天子，不义理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，必有德有位，然后能为之。泰有履来，太平有礼教起，此辞之必称后也。又后痛后，言天地交泰之后，人乃应之，以成天德之道。以泰否皆天道，人所以顺承者，必因泰而治之。故彖辞首言天道，次乃人事。虽运会出于自然，而功用必珍诸人力。君子以道长而敬用，小人以道消而退斥。即人能服天地之德，而后能成事之泰也。天道在前，人道在后，前后相及。而天地交泰者，乃成天人交泰矣。故称后以明人功耳。财与财灾财谷皆通用，辞称财成。言因天地之利以利物，而财以富物以丰也。有天时者，必尽地利；有地利者，必得人和。三者具备，事无不成，功无不举。故大学称有土司有财有用，而先在有人。亦传曰：何以具人曰财？皆言财用不可少。而国以治平，天下以安者，必先理财。故辞称财成，且兼含财成灾成之意。言有财而后能财成之，或灾成之，财言平准，灾言培植，无非至于成而已。又包财义者，财与财灾二字圆通，亦有此财成耳。亦若曰此足以至于成，财故同财。言有此财而用之事宜，则何谓不成？故财成概括此数义。其最要者，有天之时，德之利，以为人之财，则得人之和者，宁有不达天地之道，成天德之物者乎？圣王治平天下，必因天地之因缘，人物之会合，上以弃其精神，下以纳其物力。故盛世必有丰年，治国必多富民，利用富生，必因天时地利，人归物与，必由生育安全。故天地交泰，恰以备后之用也。后因之以财成天德之道，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则民物同康，天下无不泰矣。辅相者因时而食之，因利而利之。寒暑有时，燥湿各利，必辅以导之，相以变之。
宜天地之宜，而尽实力之用。左右者教化之事也。神农播百谷，而民立时；轩辕制衣裳，而民被服。凡因天地之所有，以导民生产，及天地之所能以受民开拓者，皆左右之事也。文化之美备，风习之纯良，生活之安全，起居之便利，莫非无后左右之功。以此而民泰矣，而国泰矣，而天下皆泰矣。则所谓天地交泰者，赖有后以治之成之，以为世泰。然则后之功大矣，后之德治矣，此之所至，故以尽其意矣。安得常有此人以为民后哉？初九，拔毛如，以其会，征集，宣圣讲义。此太初九爻辞，言初爻之用也。太初九即干初九，而干之上有坤，则用一乎乾。干为乾隆勿用，以阳之生于地中也。太初九，为阳之序而呆发，且天道上，地道卑。今干居下，其志在身，干主生始，其用在动。故爻辞曰：拔毛如，以其会，征集。毛者，用以包物；如者，根也，皮也，会，类也，聚也。初九阳出动，故谓拔。干为天主父，故象毛如，以被包盖也。阳极在下，动而上升，阳动而阴之，物生而得成之。生育以全，气数以和，故会类同拔，不复流至也。如春风一动，万物胚胎，生机一行，万类起折之象也。阳动而周流六虚，气行而包纳万象，是即泰之始也。天生的成之得出见也。拔者，非人力也，生机始之；会者，非事居也，气息通之，自然而然，自治而治，不假势力而自极，不用勉强而自动。故拔毛如，而以其会相从也。阳既未动，用既已生，则未形，未出外之象，不干焉迟也。天地交泰，万物同春，谁无生机？而逆时自气哉？气至自出，时至自行，顺天应道，因时成化，此物此至，天下大同。故曰真告。象曰：拔毛连如，志在外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道在内，而用必推诸物，气发于中，而得必见于外。志在外，正如毛如之拔，脱然而出，将以成其包覆之德也。不独成己意也，必连累而及焉。故以其会者成物也，内藏其用，外显其人。成物质也，成己人也，内外俱至，天性之所见也。致用在外，而藏于内；人体在中，而显于物。内外相成，阴阳相息，此泰之本相。天地下上之为义也，意义之妙用，逆来顺往之精旨也。必如是而后泰，而后全其身，成其道，达其德。必如是而后天下治安，人物和乐。初九爻辞，故记明指其要矣。宗主附注。太卦初九爻辞，上有为义，须加注明。爻辞称毛如，夫子之名取包纳之意，而人或未达，
盖包纳之象甚多，何独取玉于为剑之矛？在太尉乾坤合，干向天，而取地上之矛，势必有故。盖古礼最重矛，及人情常用者，亦多彩矛。古者祭祀必攻白矛，以包祭物，且有长弓。如管仲则处，包矛不入，无以速久。诗称也有死群，白毛包之，白毛纯简，有女如玉，亦大过出六爻辞，即用白毛无咎，皆与太否二卦拔毛如意相证明，无非为洁白之物，神人所重器者也。又以毛之生也最早，当天的初判，生气始萌，水土初分，生物始育，苔藓之间，悄然独茂者，毛类而已。盖其的天世后，起生独先，而有洁白之苗，发育之干，连接之根，上吸雨露之资，下饮水泉之润，是能达天水之气，得的土之肥，而清洁宜于四神，生发福于欲物，故祭祀所必用，日常所必须者，其在太否，皆取天地之气，象生成之道，而欲述于物，见用于时，则毛是宜其所向也。辟之于四时，冬去春还，毛乃先茂；夏末秋始，毛亦先枯。其首因阴阳之生成，早的寒暄之化育，开落不失其序，荣翠不推于时。故太卦以喻生发之功，否卦以喻凋残之道。天地合则自盛，乾坤判则自衰，而远近皆然，族类相应，故有其会之文也。92. 包荒，用缝合，不暇疑。彭王得上于中行，宣圣讲义。此太92爻辞，名本爻之用也。太下位乾，92乃干之内卦主位，亦太之内卦主位也。乾以天德，包覆无垠，故曰包荒。荒者大也，洪荒也。天地初奠，万物始生，水土既分，世界无尽，而人是未施之先，物自生育自成化而已。言其数，则大而无外；言其直，则野而无闻；言其所处，则随志自安；言其所近，则随地自变。初未尝有人力之错置，物力之调剂，虽在天地生成之中，仍不免于荒草漫涣之象，故曰荒。以92本出九之至于外，则重在于行进，阳主生，而未始生之本，故行于天下，超于地面，而无位于险阻。阳性刚而行健，以成其生化，则不习犯艰难，多跋涉，而阳在下，与阴距离，不易接近，而气已交，志已达，则虽远不移，而所行无有，以为正中，秉刚健，而不失其道，以致主境，屡兼阻而不馁其心，虽越荒野，于江河，独行无朋，而得上于中行，以达其志，成其德，以遂其高明不习之道，而至于太也。盖92在下卦中爻，与上卦坤相离远，但气已动，志在通，则由此以进，终当至焉。故用缝合，言不但显也，不暇疑。言志在交远也。朋王，言独行无有也。得上中行，言守道不失也。以92本干之德，
行干之道。包荒以见其大而能复，缝合以见其健而不息，不以以见其乐交坤，而得合德，以遂其生成。彭王以见其独养无虑，而应自勉，以达其行进之志。上中行者，其志已遂，其行进成，能以干阳自固，而推天道于物，能交坤阴以服，而合地道待成。故爻辞明述其意，以生干道不息，天行健之旨，而见干能交坤，天地合德，以成交泰之象也。盖交泰者，天地各半，天主于9·2，地主于6·5，上下相应，以成全卦之用，则9·2乃干主位，亦泰之主位，主此而交彼。正如地与后妃，又如国与国两尊相慕，以成其化。干处下而主动，故一不必烦劳，不辞悲屈，谓将以成其大也，将以广其深也。体干而用坤，体阳而用阴，以思而克成交泰之象矣。象曰：包荒，得上于中行，以光大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光大二字，指干之道，成泰之用，非干不能称也，为干之刚，而能不息；为干之名，而能大生，故曰光大。以包荒而得上中行也。盖9·2本干之德，以利天下，因坤之和，以生万物。虽荒野而能包覆无疑，虽距远而能交亲如响，力缝合而不阻，当孤独而无忧，故能上于中行，以成交泰也。夫干之所患者，太刚易折，过孤难合，生而无养，始而无终，则亢而有悔，以失中道也。今泰卦之前，以自卑就下，则刚而柔矣；以和坤相合，则独而有亲矣。不亢以自害，孤以自伤。而生者得坤成之，始者得坤终之。坤之不及，调其太过，则恰如其位，上于中行矣。故以光大称，未能善用其道，而得交于坤耳。夫处干者贵得坤，行干者贵用坤。坤本无成，以交干而成。9·2之成，以6·5之阴也。天赋之，得载之；天生之，得成之。天之高明，即得之博厚也。为博厚，乃成天之高明；为高明，乃成得之博厚。二者相虚相助，相合相成，舍其一，则皆败矣。故9·2之光大，得6·5以成之也。曰得上者，言其相求之切也。设有离志，即不得已。故干卦之用，皆取坤用。坤之于干亦然。包者天也，荒者的也，缝者天也，合者的也，不疑者天也，狭者的也，朋亡者，失其助也。得上者，得其福也。光大者干之故有，成光大者，坤之所谓也。故曰天地交泰，言必交而后泰，不交，安望其能泰乎？故9·2之谓中正也，而必得6·5之阴。干之道大矣，而必得坤成。泰否之意，即由斯判也。宗主附注。包字乃太否两卦要义。太无包荒，否言包修包成，皆乾坤相对之象。言天自包地，得在包中也。
为太之气交而道通，故包荒成其光大；否之气断而道塞，故包成包修建其艰难。以天地自然之术，无不包也，故皆称包；以天地运用之术，或不通也，故称包。而有荒与成修之过也，过则反成否矣。九二爻的上二字最精，言未定也，或得或否，当以其形式为判。果成泰而交，则反为否塞。故以光大为言，必心中坦然，悲谦和众，方能成其光大。而对人则一术，俗称原谅人曰包含，曰包荒，即此意也。要能包荒，使能得助，否则坤以自远，安望其相成哉？93. 无贫不卑，无往不富，坚贞无咎，勿恤其福，于时有福。宣圣讲义。此太93爻辞也。本爻乃太卦关键，全卦大用，以见92爻辞。而93当下卦之中，为干卦之末。干静而坤受气，阳中而阴少德，是93居二者之间，主和化之纽，兼刚柔之用，连见顺之意。而内有其守，外治其功，下启其方，上布其道。故辞曰：无贫不卑，无往不富。言贫之与卑，往之与富，相随而至，正如阴阳之相极也。贫者必卑，往者必富，气至则反，物极必变。太之用，由逆以成顺，故高者下之，卑者上之，乱者治之，善者败之，乃穷通之理，消长之术也。93阳极矣，刚至矣，去而不返，进而不顾，则阳必亢，刚必折。天道不如是也。以阴济其亢，以柔和其折，则亢者反卑，折者反续。此贫者谓卑，往者谓富，是理之固然，天道之常度也。93进则64，反升为降，转进为退，故有平卑往复之象。乾坤合化，过此以往，坤代乾宫，天地合德，至此以尽，德代天成。卑者成其平，富者成其往，非相逆也，非相害也，乃相济也，乃相辅也。日往月来，以成其名；暑往寒来，以彰其序。故93之用神矣。而世间生化，人物生息，莫不如此力，以传播繁殖至于无穷无尽。此大循环之道也。不如是则穷以尽矣。人物皆绝，尚何太之可言？93之象，乃天地合化之力，世之治乱，亦由是变。未有一治不乱者，未有一乱不治者。气急则变，物极则反，非为人为，实原天数。而惑者疑焉，以为乱极成治，故以治极成乱，理之所无，不知气有尽，数有穷也。欲其长治，必先御其气，持其数。尧舜之后，不能再见尧舜；汤武之后，不能再有汤武。虽当时未乱，而久之则治衰，终人不免于桀纣之乱，岂非治极则乱乎？由人是言，故有善恶之辨。若天道，只有消长之意，更无优劣之分。故贫与卑其观，往与富同道，出无差别也。
为天地有40之气，乾坤有4德之化，永相衔接，而不加多少，则其序不迁。元亨者必利贞，利贞者必元亨。太久3亨至矣，必反求于贞，为贞能永亨。如花开必培其根，水流必峻其源。故辞曰：坚贞无咎，勿恤其福。于时有福，民是成亨之用。贵在能贞，贞则永福。而天地之德永和，乾坤之道永接，而后交泰不为也。勿恤2句。言93本坚贞之德，的无咎之战，上下克协，内外感应。勿恤于坚，而有福于道也。恤者自念也，心之所敏曰恤。勿恤，即无忧之意。虽过坚而能贞，有咎而能免，故有勿恤之语。太主天地交合，93处干交坤之地，能体干而用坤，履刚而行柔，自反以成，至道以德，故有其福之语。言福于道也。贫者多患悲，往者多忘富。今当贫而必板，往而必富之境，立乎艰险之道，寻回于有救之途，而终能自免以福者，赖其贞也。唯能贞以度艰，故能勿恤于咎；唯能坚贞无咎，故能有福于道。道兼阴阳言，未升降皆宜，出入皆的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太93之谓也。93极阳而进于阴，自升而退谓降。居内以望外，行下以归上，故恰服于道，而全乾坤之用，合天地之德，成泰之道也。于时有福者，以德而有的也。时福不回，天地之所与也。且时者生受也，福者天喜也。秉阳刚以推化，则万物同亨；阴坚贞以自立，则一生后福。时有口实也。93内连92，外接64，互成对卦，谓口舌之象。右口者出入之道，纳时而出言，今本自反之意。故主时以养己，养己者，终养物；服己者，终服天下。此93之用，推之为四海之会，约之为一人之庆。所谓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泰之为泰，盖本此志。以太主干而用坤，本天而协地，守阳而达阴，持剑而行顺，内君子而外小人，尊天王而人民物，无非以两者之交合，而得其同化也。象曰：无往不复，天地纪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纪者交际，言93居天地之交，而能借其纪以相符也。天地去远，而气甚近，故易服。93在其间，如门之书，车之轴，丝转旋之刃，为交际之功，故立平卑，恶往复，坚贞无咎，有福实福，皆道之所用，德之所成也。其要在贞字，能贞始亨，能亨始泰。大哉亨乎！至哉贞乎！此乾坤之德所以称代与治也。64偏偏不复，以其灵，不介以福。宣圣讲义，此太64爻辞，与93爻辞相对照也。64居外卦之始，为坤卦之首，以阴行阴，与93之以阳行阳，正相当。而二爻密接，刚柔相应，内外交符，
故93称其福，64称以福。93谓阳求阴，阳极阴生，恰能容治，不相猜疑，故曰戊戌。64谓柔至刚，柔下刚来，恰成顺受，不相顾忌，故曰不戒。在小处曰复以其邻，以处至于的也。此曰不复以其邻，以泰至于君也。君无平，二者辞异而异一。盖小处严厉，厉者重物；泰严义，义者轻财。而皆本推心以数道皆物，故皆曰以其邻。小处之邻，同富而不独的；泰之邻，同义亦不独穷。此天地交泰之代用也。天之财，德所产；德之物，天所生。二者相成而不独有，相遇而不独失。64之柔，不以交于93；93之阳，不以聚于64。二者同亨也。故64之不复其邻者，非不复也，不偏复也。正与小处异同，且64下与92阴，92之亨，64之所赖也。阳行而阴服之，阴至而阳胁之。若有的则痛得，无的则皆不得。64之弱，不至于得，而其邻亦化之，故不复而能泰，取其君也。凡所谓富者，阳的阴之供养也。阴之与阳，则仅望其生成。于阴曰富，于阳则否。富必有物故也。64无物，所欲所成，皆干之物，故不曰富，而非贫也。辟之夫妇同财，男为富，女不曰富，以随夫而富，亦非贫也。64柔也，柔之所至，和婉鸟纳，如女子之容曰翩翩，以其委婉多姿也。既近于阳，以刚相形，又处于外，以内相辟。修修而文采独盛，温温而婉绰有余。彼之风度翩翩之公子，故此取喻焉，以在外也。不曰女，以为阴也；不曰男，而独以翩翩二字，象其风至耳。然64故以柔成刚，以阴服阳者，进则昭其文德，以为光明；退则蓄其威仪，以为真静。此其能成德达道，以喻于物者也。故辞称其福，言克服于道，以成其泰耳。象曰：翩翩不复，皆失时也。不戒以服，忠心愿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说者谓64谓阴柔无用，故有此战，实非此意。盖失时二字，只不至于德而言，即无物之意。以64阴居阴位，又在外卦，内无所处，中无所守，故谓失时。时与虚对，失时言主于虚表，并非谓也。用在于外，非无用也。故偏偏称其外观之美，不复明其无物之真。以64之情，谓全92、93之用，初不自谓，故用在外。辟之汲水灌田，其气必空，虽管无存水，而润泽之功不敏也。彼之富贵之家，虽幼子衣服丽都，车马丰肥，非其富也。生活必忧，则以其用，非自谓也。故曰失时。果64而时，则92、93将无所用；果外卦而时，则干将无所成。坤位代中，坤之用，皆干之用。阴道虚，
地道虚，虚而人在，虽虚不害也。故失时一语，不可以辞害义。中心愿者，坤乐承乾，阴乐全阳，地道代天，柔德弘刚，外以推其德，虚以治其用也。故曰中心愿。中心自愿为前用也，故不相戒备，而相交服也。太之代用，本在此意。地道上行，天道下通，光明永宁，交服于中。中者三四两爻也，上为坤德，下为乾德，为中爻为合德，故交泰也。辟之一岁，二至玄绝，为春秋在中，气候温和，万物生成，中之所在，即和之所成也。故寒暑易移，温和和化，天地易道，中和福公，此中心之愿，即泰之所成也。夫阴贵能涵阳，下贵能奉上，外能体内，形能洽神，是道之治也，德之极也。为泰与既济御其象，中服充其用，义众交合，如与人交亦然，必相得而皆利，使为均平。有义不利，则争讼起矣。故均无平，不言复也。六四之虚，以中心所愿，所谓虚心下交，和中共济者也。愿者素愿，心所欲也。阴自欲阳，两相为利，故交则泰，离则否。苟离而否，更何功用可言哉？六四之福，正以其失时也。谓无用物矣。一卦六爻，时相应正，此自然之力也。况在泰乎？唯德中则泰，过与不及，皆非泰也。故至上六岁失泰矣。65. 地以归妹，以指元吉。宣圣讲义。此泰65爻辞，言本爻之用及其象也。泰卦中四爻，2至4位兑，3至5位震，合之成雷则归妹卦象，故爻辞取归妹之意。泰以乾坤交服，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亦婚媾之象。上卦属坤而居外，亦归妹之欲。盖归者女归于男，妹少女也。于男曰虚地，于女日解妹，常有之别也。地以者，以五爻均位，而阴爻柔道也。甲刚以柔，故称地矣。以其位之所当，德之所合，时之所在，情之所宜，乃以地以归妹为欲，非必有其人其事也。然故者，尊卑序以假意，如商代诸君，皆以实干为名，则未有其人其事，亦无不可。以651爻，恰同于归妹，而天地以合，内外当位，下与92相配，正如地之与后，故彖辞称后。以女该男，此爻称地；以男该女，而归妹二字，明其好合之道，自其交服之情，内正外顺，刚先柔从，即坤代乾，见和顺之意也。凡泰卦爻皆取斯指。65由明者其事耳，指福也，吉利也，以指元吉。65之战，与92交服，无不福利也。在师曰止，在受曰吉，以止见师，而受者同吉，故辞如此。元吉者，至吉也，无不吉也。言自然吉利，不假其求也。以65受92之师，而获履前缘之吉也。
即坤受干之道，而顺承其元亨之意。象曰：以指元吉，终以行愿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与9264及归妹95之辞，均相证明。以65居外卦中位，而内应92之正，前接64之情。92曰的上于中行，64曰中心愿也。此则曰中以行愿也。归妹则曰其位在中以贵行也。皆以位之当，而情之正，行之物宜也。以65与92相符，有其中位；与64相洽，有其情感。名正言顺，情志得从，故有以指元吉之战也。在彖辞以言上下交，其志同；天地交，其道同。9265之辞，正与之正，盖92在下，而本天德；65在上，而秉地道。故行愿云者，行指道言，愿指至言，两两交符，而成泰。此元吉之所来也。上六，臣附于皇，勿用师，自意诰命，真令。宣圣讲义，此太上六爻辞也。名太用以终，太数以吉。终则必复，吉则必变。处穷而不能终穷，应变而不能致变，是太且反成否矣。成者高，而皇位卑；以高而富于卑，倾颓之象；以尊而就于下，桀绝之情。坤用本的前程，上六坤道已尽，而处位至高，阴道不扬，而所至无助，是由臣附于皇也。臣以固守，皇以未臣。今皇不为位，臣不为守，臣失而救皇，其败亡之象也。故曰勿用师，自意诰命真令，言无可取也。又复者反也，由远而近也。今自臣附皇，道日远矣，弃其守，而训于黄池，忘其胜，而纳于屋下，其上可用乎？或曰富者复命也。以尊听于卑，主听于仆，将听于促，刚纪不立，号令道行，则战必败，守必亡也。虽诰命而自缢，命以不行矣。故真令，真者自固之位，令者毁败之事也。以上六之气已竭，不能服于93，不克反于初9。阴与阳远，刚与柔离，天不复包地，地无以成天。是道远而自为正，得离而任其志，命出群下，形成悖谬。虽本其真固之守，无如大纲不存，小人性尽，欲其不令的乎？象曰：臣附于皇，其命乱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乱离之日，上下不能相违，命令无常，一为不知所可也。又乱者终也，其命且终，欲其不乱不得也。故太反而未否矣。宗主副注：太否皆指政治，与继位既不同，故太上六之命，指政令也。爻中言帝言后，明治太之道，必本于贤君，而在君能与其臣民交服。君位虽尊，而志在下；民位虽卑，而义达上。上下交通，君民和悦，有如男女婴亚，无不相得。此太之所以为太也。然至极则乱，亲胜反离，以分殊异间，位格难平也。故太贵平，上六之乱，
以不得平耳。否卦坤下干上。宣圣讲义。太尉正月卦。正月三阳上升，象如太。而否为七月卦。七月三阴下降，象如否。时皆乾坤各半之卦。太尉坤上乾下，三阳在内；否谓干上坤下，三阳在外。阳贵阴贱，故太尉亨通；否谓否塞，以气交否谓别。阳主升，在下则上升；阴主降，在上则下降。一升一降转相合，而成一阴一阳之道，是太之所以谓亨通也。否则反是，阳升而在上，阴降而在下，上者亦上，下者亦下，两相背驰，中道隔绝，是否之所以谓否塞也。气自绝而道不通，故也。夫义者，重在交易，交必会阴阳，今阴与阳为，是失交易之旨。不交则绝，不义则穷，既绝且穷，天地闭塞，是寒冬之象也。而卦以七月当之，何也？则分一年为乾坤二气，各令6月。乾自4月始，至7月，恰为第三变。天地否卦，此八宫卦序所配合也。以时令言之，7月为秋，春秋中分阴阳，即半阴半阳也。太否皆三阴三阳，故合春秋二季之象。太以阴生阳，故配春；否以阳成阴，故配秋。此合于节气者也。然无论所配为月位季位时，而最要辨明者，则否与太恰相反耳。太反为否，太之上卦；反为否之下，否之上卦；反为太之下，即往来卦也。言前日往，今复来，其道义也。故太未亨，否则不亨；太未交，否则不交。其象既反，其德亦相反。传曰否太反其类也，言无不反，故以类称。类指阴阳言。太未阳，否未阴，虽皆三阳三阴，而其形不同，其物异异，以气之升降殊也，道之往来别也。易卦6爻，上为外，下为内，下主升，上主降。不问爻之为阴为阳也，故内卦为始，外卦为中。今否以坤在下，坤阴也。本降而欲之升，乾在上，干阳也。本升而欲之降，是亦反其道也。故成大反，言上下相反，内外相反，阴阳相反，而成为否，谓不交，谓绝，谓不通，谓穷。此其所向，故与太大殊。不独一卦爻之意也。论卦爻配合，否与太卦，指上下不同，而实则上下既宜，阴阳乃乖。盖内卦以2爻为中位，外卦以5爻为正位，即内外主位也。否以阳外阴内，两不相报，孤阴独阳，是成决绝。就互卦言，在太位雷则归昧，而在否则为风山见，亦相反也。2至4位艮，3至5位巽，故也。虽有5反出位对，由上反2位正，仍与太之中互同，然以为反互矣。在卦顺行曰正互，反行曰反互，即顺逆与正反之道也。顺者主也，逆者敌也，正者亲也，反者仇也。否反即为太矣，故反太成否，
反否谓泰。二者指一顺逆之途，而时系之泰的时，故顺而正；否非时，故逆而反。此即用泰用否之意也。君子用泰，小人用否。君子取于正顺，小人为图反逆，故乱政不事，为邦不居者，君子也。而世运亦因君子之退而易乱，国家亦因小人之进而易为。人事之不齐，天变越极焉。故处否而行否，在君子只求其真，在小人则得其利。非天之与小人，实谓之也。天该生杀之道，是有治乱之途。泰卦谓亨贞，以道之行也；否卦谓贞吉，以道之会也。道行则同亨，而天下备其德；道会则独贞，而天下受其灾。故在否之吉，以居子之贞；在否之亨，以小人之利。二者各有职也。人兼天地之道，而居其中，天赋的载，而人待履之。故三者交，人道立；三者绝，人道亡。今否天地不通，气交闭塞，是人道之为也。人道既为，人生乃苦，于是非人之道见焉。此彖辞所谓否之匪人也。言否不宜人道而及于匪人，匪人非人道也。不以仁义为用者，非人道也。传曰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，此匪人二字，即是其非人道也。否卦辞义，亦有深意。否字上谓不，下谓口。不者非也，不然也，无也，物也，夫谓也，皆是其不可谓，不宜谓，不能谓之意。口者，出好心容者也；言语所自出，辞令所由变也。不可谓，不仅指言语，凡言行皆然。而否从口，则又重于慎言也。言寡尤，则事易成，或易毕；辞力成，则德可大，道可久。人之善恶，生于其心，发于其口。心藏不测，口中言辞，易灵而变。故行道之士必择言，修身之人必知言。言谓心生，利害随之，吉凶共之。否以慎言为先，则可见居子之所是也。邦有道，为言足以有事；邦无道，训言足以保身。诗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明者耳目之事，哲者言辞之事。故哲从口，否是为代，为慎口以自惠。所谓尊养者，必先其口，善其言辞，养志养身而言，犹莫大于养气。言辞伤气，语非其人言，是不独失言，且损其气矣。盖言之能入者，无气犹疏；言之不入，反其恶身，则气之抑郁，心身受其病矣。故圣人教人处为乱之事，必谨于言行，而言在行先。此否自从不口之意也。反否谓泰。泰互对为